刚是连假的头一天，车多状况嘛多。伫咧高雄中山和凯旋路口，就几啊台车着急要挖，结果拢总客做伙伫咧等红灯，佮去占用着轻便铁路，害列车无法度行。这款阻碍交通佮无让捷运车辆的行为，上当依法会当罚7500块。那会 delay 啊。汽车游览车客伫路口等红灯，真足看有几台车搁占着黄色铁基路区，造成后壁轻铁的车根本无法度过。高雄轻铁前定支起站附近的路口，初七连假第一天发生安尼离谱的状况，汽车若想要转弯，无注意距离，造成违规挡伫铁基路顶悬。行至有号志之交叉路口，遇有前行或转弯之车道交通拥塞而进行，驶入交叉路口至号志转换后仍未能通过，妨碍其他车辆通行，这部分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唔拿妨碍其他车通行会使罚，发现轻铁车辆的车号也是货刷无亮，嘛会使以道交条例处1000以下的罚款。另外，搁涉犯大众捷运法第50条，违者可依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视情况开罚，或依《大众捷运法》第50条。处30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款。等于到事发的中山甲凯旋路口，铁基路边的停单区范围无大，单一车道大概2台车就停满，第3台车搁过来，但会使停伫铁基路顶悬。开机车的民众表示，这种状况平常时就常常发生。绿灯快没有了，他就抢绿灯。那抢绿灯的时候，刚好有碰到车子，这样就会塞住。他那个地方应该有几个比较交通警察这边先指导。中山凯旋路口部分边角车流量拢一直袂少，高铁公司甲警方嘛建议驾驶，若发现头前路口已经有车伫等，千万唔通搁向前对车，以免阻碍交通搁受罚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